房屋局計劃推出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及管理員職業法嘅諮詢文本，預計出年會諮詢公眾。為咗提升樓宇管理公司嘅水準，並且將有關行業專業化，房屋局正計劃推出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以及管理員職業法嘅諮詢文本。房屋局咧亦都咧準備咧對於呢一個管理公司嘅發牌制度啦，亦都進行緊呢一個諮詢呢個文本嗰個制定㗎啦。呢個分層建築物商業業務法同埋呢一個管理員呢個職業法啦，我哋會咧就向咧社會業界同埋市民啊全面呢個諮詢㗎。譚光文預料出年會推出文本向社會諮詢，又補充將來法案推出之後，管理公司嘅職員需要考核。佢表示會考慮本地嘅實際情況，再作出決定。但係管理員嗰個學歷啊，或者係年紀，可能即係年紀會比較大，學歷又會比較低，咁其實你即係怕唔怕影響到而家現職嗰啲嘅就業咧？我諗我頭先都講會係按實際情況㗎，相信咧政府咧必須考慮翻從業人員嗰個過渡時期，或者佢哋從業呢個實際情況去考慮㗎。另外，房屋局舉辦樓宇管理推廣日活動，宣傳樓宇維修同埋保養嘅重要性、業主嘅權利同埋義務教育等。根據房屋局嘅資料，目前有接近150棟嘅大廈喺當局協助之下，成功設立共同儲備基金。而截至10月底，樓宇維修基金6項計劃累計獲批嘅個案有2400多個，資助金額超過2億6千萬。澳門電視台記者易仲景報道。